下，喺新疆嘅和田團城呢度有啲毛神神嘅嘢，係令到大家愛不釋手㗎。一於買啲返廣州俾大家做手信啦。和田地氈係和田三寶之一，亦都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佢係用當地嘅羊毛手工編織而成，已經融入到新疆人嘅日常生活當中，可以鋪喺地下，亦都可以掛喺牆上做裝飾。家裏可以掛，還是那個鋪在放茶壺、放手錶、放杯墊都可以用的，還是最好是這個送禮物品，留個紀念日都好一點。編織和田地氈係有3個級別嘅精細度㗎，級別越高，花紋就越複雜。最高嘅規格，每平方厘米係要打120個成結㗎。咁一塊2乘3米嘅地氈，兩個人呢係要用40到50日至可以編完。目前和田地氈有100幾種花式，會銷往美國、英國、日本等國家。